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香港學界運動升學資訊，我係 Energy。今日嘅主題係幾歲開始為體育升學部署？咁先唔會太早先。我可以好直接咁講一句呢，冇一個標準答案啦，因為每一個小朋友嘅成長速度、性格呢，就投入程度、家庭配合都完全唔同啦。但係有一樣嘢咧，我可以好肯定咁講，部署唔等於操練，唔等於逼迫。好多家長一聽到部署就即刻諗到好辛苦、好大壓力，好似要同人鬥快。其實唔係，乜嘢情況下可以早啲諗？咁如果你見到你小朋友咧，就對某一個運動咧特別投入嘅，玩嘅時候會自己要求進步，有明顯興趣，甚至少少天賦。而同時間啊，家長本身有時間陪啊，願意了解運動背後嘅規劃，又揾到一個真正了解小朋友嘅教練或者體育會，其實越早安排反而越好。因為早期嘅部署唔係為咗攞獎，而係為咗建立正確呢個動作咯，培養運動感覺，建立自信。佢呢個經驗，佢呢個即係呢啲嘢。係越早越容易做到㗎啦。再提提大家部署，一定要連埋學校定位，但我一定要加句，唔可以只部署運動而唔理學校想要啲乜。真正有效嘅體育升學部署，咁一定包括了解目標學校想要啲乜，睇返學校最近幾年嘅運動成績，睇學校網站啊、校隊資料啊，甚至透過教練體育會嘅網絡，去了解地區性同實際情況啦。如果你部署得好，係可以做到，用同一份努力配合學校需要，咁樣小朋友唔使行冤枉路。點解越大競爭越激烈咁樣？有啲家長會話等大啲先算啦。我唔會話你錯，但係你一定要知道一個現實，越大競爭一定越激烈。由小學升中學到中學升大學，每一級都係淘汰制，再加上而家香港嘅環境變化，政府推行緊留學經濟，越嚟越多內地學生由細咧就接受高強度訓練，將來體育競爭只會越嚟越大。咁所以如果能夠早啲入到心儀學校，同時一條龍，其實係舒服好多。成長慢嘅小朋友係咪蝕底？呢一點好重要。如果小朋友成長速度比較慢，其實一啲都唔緊要。最重要嘅唔係幾時開始，而係家長清唔清楚自己個小朋友。有啲小朋友早期唔突出，反應慢少少啦，但係一到某個階段進步快到你唔信，只要一路都有接觸體驗基本訓練，家長冇放棄，到佢成長點一到呢，進步可以非常之快。比賽活動生活體驗都係部署一部分啦。我諗特別講清楚，部署唔等於日日操。平時嗰個家長同小朋友去公園玩、去旅行、參加活動，其實都係一種隱性部署。因為嗰個視野、感統、社交表達能力啦，全部都會影響㗎。將來面試同比賽表現到適當階段，再配合合適嘅活動、合適嘅比賽。獎狀啦、證書啦、教練推薦信，小學、中學、大學全部都接得上啦。總結一句，我諗你記住一句說話，每一個小朋友開始嘅時間都唔同，咁但係家長可以盡早準備，因為機會永遠都係留俾有準備嘅人。呢句說話喺體育升學入邊永遠都冇錯。如果你想知道你小朋友而家適唔適合開始部署，應該玩住先定開始計劃？點樣配合學校定位，唔行冤枉路？或者直接留言問我，記得讚好、訂閱、分享。